下去吧。吃了几个月的宫女盒饭，终于可以赶上伙食了。想吃就吃吧。四殿下，今天的菜都这么丰盛，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今天是个平凡的日子，一对平凡的男女，平凡的把酒言欢。一对男女，他这是承认我们是一对啦？笑什么呢？有好吃的，我开心啊！酒没了。好，给你倒酒。丫头，陪我去看星星。啊，星星，皇宫还有动物园？这儿。你不会想要飞上去吧？想飞吗？你看，这天上的星星真好看，一片一片的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跟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只有努力的发光，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。被看到吗？这反而是我最不奢望。谢谢你啊。陪着我过生辰。哎，直播时间应该到了吧？看看。殿下，这些都是各处托人送来的生辰礼物。这是大理寺少卿家2小姐送的，这是吏部尚书家4小姐送的，这是……那就是说，今天是他的生辰啊。你若有喜欢的，那他约我……哎，不对啊，这怎么都是女生送他的礼物啊？还有一样礼物，今儿个晚上后，心儿姑娘见您不在，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心儿，小贾，做什么呢？我在生气。谁又惹你生气了？当然是甘蔗4了。甘蔗？什么甘蔗？甘蔗就是形容一个人特别的正直。你看，那甘蔗不就是笔直笔直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比喻，还挺有意思。哼，吃着甜，嚼2下全是渣，可不有意思吗？哎，对了，云竹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关于4皇子的传言啊？现在3句话不离4皇子啊！哎，我的好云竹，你就跟我说说嘛，我就听一下听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听说4皇子殿下呢，他的母族并不显赫，他的生母去世的早，也没有同母的兄弟，小时候受了不少冷眼。直到前任首辅于大人见他可怜，收他做了学生，他的书画才华才得以施展，也深得皇上喜爱。但于家获罪抄家后，殿下就逐渐不问政务，只关心风月了。现在啊，
他在礼部任协理之职。协理啊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官吗？那是一个虚衔。我听说四皇子是自请担任礼部协理，想来也是图礼部自在轻松，可以让他醉心风月吧。赵晨烨，看来我还真的是不够了解你哦。给他做点什么好呢？哎，姑娘，姑娘请留步。我呢是司治司的路人甲，想找姑娘行个方便，不知可否借你这膳房一用，就一个时辰。这个嘛，怕是有些难办呀。是否使用新手道具？原来这新手道具还有助攻一用。哎，姑娘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帮帮忙嘛。就半个时辰啊，厨房空着，你去吧。那个姑娘，还有什么事儿？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，就这么点钱，你还想要鱼翅熊掌啊？没有，其实我就只需要番茄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胡萝卜。完美。流星弹来了，发射！殿下让我好找啊。这个呢是今日我给殿下带来的蛋包饭，下毒了吧？下了，还是剧毒。这道菜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叫拨云见日。怎么个拨云见日啊？示范给你看啊。哼哼，这就是拨云见日啊！这拨开乌云才能看见太阳。希望四殿下以后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可以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那束光。四殿下，祝你生辰快乐！希望以后你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一样，天天能笑得这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昨日是我生辰啊？我这青鸟传音，周公入梦，小女我掐指一算。行，你怎么这么拼啊？你虽然顽皮了些，但这道饭做的好吃，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吃。怎么会是最后一次啊？以后你想吃你就告诉我要是天天想吃呢？我。就。不如你嫁到我府上，天天做给我吃，还别说，他这认真写字的样子还真好看。
希儿来了。心儿，殿下又在练字，这字体越发卓越了。听说前些日子殿下出宫了一趟。提前去平凉府看看。平凉虽不比江浙一带平凉海景山，但是别有一番风情。还有1年光景，明年我的生辰，就可请求去封地就藩了。就藩？这也他去就太突然了。藩，不是说时间可由殿下自行定夺吗？迟一日早一日有何分别？到时希儿可还愿追随于我？殿下既然已经有了主意，那心儿自当追随。干这事，干这事。所以你今天跟我说的所有话，全都是你的渣男语录了。我到底玩的什么游戏啊？为什么我一直在攻略一个花心大萝卜呀？哎呀，干这事干这事，果然名副其实，嚼到嘴里全是渣。小贾，你怎么还没睡觉啊？睡，快睡吧。嗯。